国家咧提起一摆上班所在，即马落雷公雨，在地乡亲要小注意一下。来看南投高中英文科的学生参加英文酷数配音比赛，有学生家己剪接配音，结果摕到第2名。另外，电脑制图科这个第位艺嘛，伫全国技能竞赛拍败真侪大学生，得到全国的第5名。一摆就得到2个大奖，和南投高中的师生拢感觉真光荣。 一摆康贝课讲，就是希望学生莫干那看课本读书，希望用愈多元的学习管道。一摆南投高中学生参加英文配音比赛，摕到第2名，真无简单。除了文科，学生第位艺嘛伫全国技能比赛内底摕到全国第5名。创意英文配音比赛也得到了第2名，所以谢谢所有的老师，也恭喜。 这些得奖的同学，这摆英文配音比赛，爱学生家己配音加大想台词，学生感觉这个比赛心是个趣味。因为我自己是第一次接触剪辑这个工作，所以也要很感谢他们都没有抱怨啊。另外一位得奖的电脑制图科第位艺，伊伫咧全国技能比赛拍败真侪大学生，摕到第5名。伊嘛讲，伫咧未来会更加面前拍拼，来挑战更加好的成绩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